睇新聞咧，可能就會聽到佢話有一個網紅嚟咗香港啊，有好多人為咗追佢所以跑嚟跑去，又或者係整爛咗地鐵嗰啲閘門咁樣。iShowSpeed 甲亢哥其實就係2019年 stream 嘅時候開始崛起嘅，喺歐美界其實係好出名嘅一個直播主嚟嘅，全球第143名嘅訂閱者嚟嘅。咁我哋個 channel 咧之前都有講過佢噶啦，就係 Top 5最白痴直播事件。喺歐美度好多呢一種國際性嘅直播主咧，佢哋嘅工作好大部分係 keep farming， 意思就係佢做咗一啲嘢啦，好具爭議性或者係好有爆點嘅，就會被放上 Twitter 啊或者其他唔同嘅 platform 度去傳播啦。咁如果係美國度嘅，更加重要嘅就係喺 TikTok 度傳播啦。所以先要睇 iShowSpeed 其實嗰個成名之路係有啲咩 clip 咁樣。我抌咗佢啦，幾分啊？我已經教到好細聲㗎啦，咁樣㗎啦，係冇可能會覺得真人會有啲咁樣嘅反應㗎喎。最大化你嘅情緒嘅一啲嘅表情或者係行為咁樣啦，基本上就係、如果你話喺香港有咩最似嘅話咧，就係、白卡聯盟咁樣，開頭喺 Twitch 嗰度 stream 先嘅，但係就因為上咗 Aiden Ross 嘅其中一個配對節目，佢喺個節目入邊咧。でかくなった。でかした。でかした飼い主。あー、宝箱。進みましょう。このヤーヌスの隠れ道を抜ければ、巡礼用の長い階段があります。我未撈完啊！屌，これを言ったら階段が見えるのか。今ここでは見えないけど。すげえ、めっちゃ胸板しか見えん。まさか理由すら聞かない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よ。信用されてるということ？それとも監視してるから別に平気ってこと？あなたが求めているものは分かっています。紳士は他人の善行を見守る。紳士。我唔知我聽佢嗰邊有聲。あなたの理論が証明されるような気がしておりました。睇街吧。大家へ質問を一聽到火舞聲自動默認做王者添。ケファレは決して拒んだりしないでしょう。食べてくれるかな？死期が迫っているあなたは久しのみまみ。近い存在だと思いますから。15日後に死ぬし。来死期が迫ってるなんて言ったっけ？そうだといいの女です。星電劇情過到邊啊你？言った未打親嗰個，同埋咁攰。打到攞到其實就完㗎啦，基本上差唔多完㗎啦。啊？打到新 boss 其實差唔多就完㗎啦。唔係有冇打過啊？2.4，唔係3.1定3.2，總之以下個更新未有人喐過啊。Oh really？咁樣攰打啊！咩啊？你係電子陽痿啊？真実みたいなのあり好攰啊！物理上屌啊你老味啫！你真係想個屌啫！電子陽痿係咩料？啊你唔知咩電子陽痿？係啊，我知。跟住今日就瞓，我琴晚就瞓得個5個鐘，你老母！跟住仲有2。死佬！俺と同じ感じで殺撚晒！你咁樣咪精神翻係咪先？分裂してるから。係而家阿爺冇精神咯，而家冇精神。屌你阿媽 fail 撚咗我，佢老母臭閪嚟要幫，我一定會殺撚咗你嘅。魂の形が見えてるがいい。做鬼都唔諗會放過你㗎。喂，你 fail？登山の時間です。阿峰，係點啊？邊一科 fail 咗啊你？數學啊！嚟要幫條撚樣啊！でかいだけだって。啊，好唔舒服啊！我冇臭閪嚟要幫，你會有報應嘅，你個仆街。咁你讀過啦，下年又要。係啊，係好撚辛苦。好撚攰咯咪，因為我琴日屌你老味，同我連打機打太撚嘢，我唔記得咗朝早要翻，主要係我以為淨係要翻晏晝考試嘅，跟住我一直以為係。一直瞓得5個鐘，我真係滯。你叫佢報俾佢咯。你話嚟要幫，唔係啊，我唔撚係啊，我唔係出席率爆啊，係我唔撚，我之前嗰啲功課冇，唔係有啲冇交，跟住我後面補交嗰啲，佢屌你老妹，佢一開始冇撚講過嘅，佢後面最尾3嗰堂，先係同我講話，你好大機率會 fail 喎，哇嚇，哇因為你補做嗰啲功課咧，你補做同埋你之後補做嗰啲，我淨係會俾40% 嘅分你嘅。唔係俾60咩？佢話俾40喎，我閪知佢咩？我冇撚問過其他所有老師。
佢聽日問啊。你問我唔知啊，我都係純粹自取其辱嘅。佢話咩？你上台喺度瞓覺，我想講嘅時候你又唔撚做，我哋 fail 鳩你㗎啦咁樣。唉，我屌佢老母！都唔使啦，直接同佢講，你有冇湊喺教程細書啊喺度佔科？佢真係人生最難嘅人生經驗我真係做鬼都唔撚會放過佢啊！同你講，因為唔好，佢做鬼會好啲啊！係喎，我俾嚟緊中間嗰個。你個撚樣做鬼，我都揾茅沙師傅捉柒咗你啊！こうやって立ってるだけでももしかして但係你攞死都有價值，係打連敗會好啲喎。はいわかったよわかった冇所謂啦。生還するとしよう。そなたの魂が應該喺度撻撻撻啊！李啟明嗰啲屌乜嘢啊？打緊咯，用緊個掣喺度。哇！黐線啊！高手啊有。還有高手。我哋幾時第三聯盟去獵龍啊？所以我9隻玩緊小四，我未拎到新嗰隻。我哋第三聯盟去獵龍未啊？可以。我未拎到新嗰隻玩，我5月先有個新嗰隻 game，新個版，玩舊嗰隻小四。啊！你冇 Wise 啊？你冇未 Wise？拎到啊，未拎過嚟啊！我未拎過嚟 ，what the fuck！IS20俾人攞鉸剪剪撚咗， 1蚊都剪掉1蚊都冇係咩料，死咗3件，正咯，啊，啱陣正咯，乜鬼牙師？爆燃戰隊真係爆張啊！全容わかんねえな。でけえなケファレ。係啊，好撚窮。太陽。又係佢，邊個呢個？又把又係你啊！記憶だガチの。ゴーダンス。我係你啊！咩巴拉巴巴巴，嗶嗶巴布嗶嗶巴布。ゴーダンス。ゴッサー。咁撚晒啊！耶，就1蚊啦，好嘢好嘢好嘢。カリウスって何だったっけ？我 Q 住啦。佢溫火鍋啊！どこ向いてんの？又有1蚊雞，爽耶，3蚊嚟食。カリウス器だったけど器の名前だったっけか？哦喲，攞晒3個死晒。あ、器の名前だ。ハートの人が作ったやつだ。思い出した。器というかあれ、神器か。神器の名前だ。思い出した。神器というか槍か。槍の名前か。啊，好，一攞咗。サーシス。あ、隣にいたの。一つ聞きますが、ゴーナウスというものを知っていますか？ゴーナウス？あれ？知らんな。急に変わった名を出してどうしたんだ？あ、本当だ。槍って言ってるわ。ごめん。ちゃんと話の前後は読みましょうね。喂，人民廢あれ、嘢嚟㗎！ゴーナウス知らんじゃん。あれ何？你都玩咩街頭狂魔一頂，ゴーナウスという搞到名の戦士贏咗。そこであなたと会話しているの。生存專家，我にそのような記憶は生存ないぞ。專家，気のせいではないか？生存專家，好，これは亡霊。馬上。ごっさんやん。翻件豆腐先。大件，我要陣間要合老闆。ごっさんやん。エンドも後でね。あれどうやるねん、あのエンドも。なんか亡霊いる。亡霊なのか。なんだこれ。あんまり見ないタイプの色合いしてる。あれとも違う。啊哈哈哈！いや、先進む。有喺度笑嘅。なんだこれ。啊哈哈哈哈哈！捉棋，見なかったこと捉喂老母打 ES20有冇臭あ、化？物と思った。かっこいい。又咁突然。去咗邊啊？阿峰。エレベーター怖っ。我唔知佢。怖い。係咪今日咪睇到瞓咗咗。怖いけどすごい。係咪同阿 Graham 係咪食飯啊？啱啱話等你翻嚟就繼續摸亨，佢啱跟住佢倒落你攤我上床啊嘛，佢話。係咩？咁跟住你翻嚟之後佢就走咗啦。咁我摸下咯。ラグレウスモールは。咁佢唔喺度啊嘛，あそこにいる但係休んでるあいつ。我俾你睇啦，屌！あれーグルかな。
阿二虎咧，啊いいや。阿二夫從來都不作為。琴日話摩亨，跟住今日見到佢喺度，跟住影下嚟講嘢。琴日嘅事啊，屌佢琴日啦。yesterday。マジで？不過等下我睇下五葉草喺度。係喂？喂，你喺邊啊？咩事啊？阿摩亨咯。世界で半身を担ってた人は我洗緊碗啊！啊，拜拜。洗碗啊！阿二夫又唔知喺邊啦。再講啦咁。あれケイオスって誰打なんだっけ？電話啊，真。開 game 先。ケイオスどっかで聞いたことある気がするけど、ここで初めてか。まだわかんない。來電已接駁到留言信箱，你そっちか。聞いたことがない名前だ。ケイオスな。どのタイタンの権能を受け継いでいるのか。ケイオスがもう半身になってる。まあ、一旦聞こう。もう少し前向きに考えろ、ゴーナウス。我期待的不是血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彼も旧友の面目を潰すようなことはしないだろう。阿軒仲爭咩啊？所以やっただからケイオスはケファレだったりするのかな。打咯打兩條，我打其他 game。喂，你喺呢間房啊？我要風扇啊，好撚熱啊！喺呢間。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喂，你睇明個頭像嗰個又係嗰個 AI art 喎，小熊貓喎，咁樣抄我啊？嚇咩抄你啊？用先嘅喎，你抄鳩咩事啊？你抄我啊？你抄我？你簽證？你抄佢啊！唉，我係咪抄我？你講低啊！你真係最公道。係。唉，你媽渣啊！我哋籌集100人一齊。過嚟啊！唉，你抄鳩我，你黐線！你黐線，佢自己擺出嚟嘅，講唔到喎。祝你生意好啊！香港人撐翻香港人，我都哦，你聽唔聽到啊，大人？聽到大人？你聽到大人？抄！聽到咩啊？大人？聽到啊！阿軒，我唔知自己聽到咩啊！大人你已經成戰種㗎啦！嚇？點解大人？就咁突然。佢哋玩處刑者都冇強嘅。啊！嗰下就出到我，除咗斬處刑者，好斬乜喎？我勸你要如果想處刑者冇屋企人，因為你係處刑者嚟咩？如果你係愛屋企人咧，我勸你唔好玩處刑者啊！超前部署啦，你教冇嘢做㗎啦。你又可以輪咗4射。點解會？一定係超前部，超前部就係 T0嚟㗎，真係攞咗隨便食雞㗎喎，發覺。拎右邊咪得咯。係啊。你盡咪得咯，盡自帶破格喎。你知㗎嘛？唔知。お帰りって言ってもらえなくなっちゃう。我真係做唔咩啊？你盡喺邊度啊？好奇啊嘛。嚇！我 AMP 陣喎。咁都係穩陣出嚟過渡住先嘅。唔係啊，但係好認真同你講係發電機啊嘛。我同你講係好認真同你講啊，大嘢其實真係冇可能唔揀超前部署啊！而家真係太撚勁啦。即係嗰個。咁唔係啊，又唔係一定揀之前部署就。之前部署係做咩話？佢一打連勝我早前有啲戇鳩。哇！太撚到嗰隻。唔會一直 keep 住連勝噶嘛？你咁你要 check 一圈外邊啲質量，佢都贏唔到，咁梗係揀超前部署啦，反正你都贏唔到。你啱。如果佢贏，我就係睇佢，我見佢呢個咩質量真係贏毛毛啊佢。都話你啱。跟住咪落層樓上，我睇唔到，睇細嘅。6-9。6-9啊。6-9。6-9啊。調翻俾咗件裝啊，於尼斯先啦，屌你！我諗緊俾邊個佢？咪俾於尼斯啊！
唔係邊個呢個輸出最高？我真係冇玩爆完戰隊。咁啊，伊利斯一定前期過到佢主師嘅，一定係。咁你而家咁，你要揾多人比咩啊？睇嚟講真啦，爆然節你有聽過？爆然盡、爆然拿飛丙我都聽過，係冇聽過，係冇聽過 AMP 嘅。唔係，真係 AMP 嘅有啊，有 AMP，有一定有。後面咪攞安妮同埋呢個薩密拉嚟做主師咯。係冇問題嘅，爆完其實有啲似上季，其實有少即係個邏輯係有啲似上季嗰個，即係使者啊、變形嗰啲，你即係有邊個 AMP 啊？來得嚟，你知咯，來得嚟咯。主要係因為攞爆然撐前期，然之後等夠咧開始 D 佢哋兩個咯。請問有邊個？同じこと言ってるね。咁你咁恐防你中間應該冇命啊！忘れてるだけで奥底にはあるのかな？因為你合撚，因為我唔知合個計殺做咩。真變強咧，就要思考個問題啊！你點樣滑狗就係因為你節奏把控得唔好，所以你成日上唔到狗呢咯，或者你上到狗呢嘅時候太遲咯。所以點解叫你揀超前部署係咁解？因為你而家你發揮唔到呢個經濟學一師嘅任何用處咯，係咪先？如果你為咗上狗就淨係玩超前部署嘅。カリプソってどこ？名高き但係你而家玩咩有啲？唔係咁，你唔好一味嘅柯澤先。唔係，就有啲沒救呢個位，我發覺有少少。你所以你去到後邊嗰個或者我諗唯一可以用安就係薩密拉咯。跟住少少啦，白呢啲出嚟。同埋你話想玩安妮啊嘛？你而家合埋巨殺，仲邊有裝玩安妮？就拆咗佢啲裝啊！拆佢啲裝，然之後淋水滴落翻精準，然之後有一拆裝嘅咩？サーシスが使ってた偽名だ。嚇？點樣攞翻個？點樣攞翻啊？咩拆咗佢啊？你話拆咗佢，咁把巨殺仲喺度㗎？掹過去巨殺咪可能俾阿薩馬拉咯，後之後就嚇？你話？乜巨殺俾安妮唔得嘅咩？巨殺唔係推動裝嚟嘅。都得。而家安妮唔玩工裝啊，安妮玩全啟動㗎。我呢個我唔知喎。安妮開技越快，佢隻紅色重點樣？嚇！喂，歐羅拉，喂，轉發電機啦，唔係啦，玩 AMP 梗係轉發電機啦。而家你有歐羅轉發電機，發電機冇乜，有少少廢嘅，真心一講。咁要歐羅拉攞嚟做咩啊？嚇！你見到歐羅拉攞住先啦，打多隻喎。睇緊啊！係啊，你可以拆撚晒裝俾進嗰度，跟住進抌咗，其實進好撚高傷噶。但係其實我覺得垃圾冇俾。我覺得極限係咩裝啊？睇下極限係咩裝啊？極限？極限邊啊？呢度有啲電容喎。其實可以玩就算啦，你都冇一百攻都冇。轉唔到啊！我冇攻。俾你合咗啦，我把攻。一把咯，但係都係得。唔係認真，咪等下先，冇乜嘢。發電機咪得咯，屌冇問題噶，冇咁勁。咁但係你唔一定揾到 AMP 體系啲牌，你睇下白呢 D 咩咯？我覺得 D 唔到一定係行發電機喎。你有5塊棋咪攞5塊棋撐住先，至少有機會食爛分咯。我覺得個重點。如果講發電機一早就要玩進，如果唔係，其實我覺得好或者低聲個進嘅，進真係好撚誇個傷害咯，最大破格。而且歐羅拉打住先，所以歐羅拉都係廢，我覺得歐羅拉係唔勁嘅咯。歐羅拉最撚勁係佢可以拉一隻上嚟打啫嘛。我係拉一隻上嚟打咯，係咯，但係佢本人係唔勁。佢本人傷害係唔高嘅，因為佢重點係擺咗喺招技度咯，就係拉個，唔係佢都痛嘅，但係你話係咪一隻2星，其他2星5塊咁痛？唔係，其實今季啲2星5塊都唔痛，好多都可能就冇用，可能好似變咗鬥士咁樣咯，全部人都係競賽機制咯。就撳住先。啱，等埋4-2咯，等埋4-2咩？藍 buff 咯，唔係要安妮咩？我知，D 唔係咪啦？D 咩啊？D 咩？D what？喺度咯。等埋4個2先啦。你冇人可以換㗎啦。啊，唔係，其實有喎。其實有人可以換嘅。合坦裝咯，坦裝係可以合咗先咪日炎咯。其實都時間你冇聽錯啊。其實係唔應該嘅，即係我講係咁講，但係因為我驚你合裝太慢啊，就係個問題
你唔知你下一個海拉斯會出咩嘅嘛？你抌埋先，反正都唔影響嘅，已經贏炒會贏同輸都唔關事。喂，擺翻入雪櫃。好運者真係版本陷阱嚟嘅。唔知喎，我睇嗰啲高端係成日玩好運者喎。投資喎。跌咗左邊先。你鏡支聽都爛啦，唔該立撚實。呢個都爛都唔該。但係中間或者右邊加一個啦。中間咯，屌中間直接開始上到9啦咁樣。上9啊，梗係上9啦，梗係唔 D 牌啦，咁梗係慢慢。上咗9，但係你上9就有啲戇鳩咯。冇問題㗎。唔係你一76嘅喎，點解唔卡住嗰100蚊拎得幾個重抽慢慢上去得啦？好講咩？唔係我咪話慢慢上9咯，我冇叫佢而家泵上去。你話上9又話？我話慢慢上9啊，卡住8蚊慢慢上9咯咪，個差落去咯。要俾住我嚟先。你話咩叫俾住先啊？直接俾佢啦。除咗佢唔可以用㗎啦，行北費成嗰陣。唔係啊，跟住咧你可以扣住裝先嘅，可以扣嗰陣先嘅。你等埋一陣間，中間個選牌車都話你而家贏同輸唔重要咯。不過諗下先。咩啊？また寝落ちして魂と。而家最理想係，因為陣間盡量躝嘅啦嘛，點一個最後意義俾佢咯。OK，咁多錢嘅，正。冇意義冇破格喎，小辣玩。位先，等先，你，唔要攞去3個咧，好似。要收皮啊！第一次見冇3星嘅爆燃，原來咁樣玩嘅。買定伊利斯啊！唔係啊，未2星嗰啲又2星啊！你啲垃圾都要2星啊！等耐啲，未2星嗰幾隻嘢2星，2星嗰啲咪撚買，跟住上9都唔好 D 住，等個重抽儲多啲，跟住就係死先 D。其實唔使等陣死咧，等4-7之後就可以開始 D 啊！你4-7攞完啲裝咪 D 牌咯。啱啱係好戰喎，好戰又勁唔勁？軍隊發展啊！好似咪坦裝冇話分邊件特別勁特別廢，都係攞嚟 counter 唔同陣嘅啫喎。如果你場上真係好撚多密攻陣，勁撚多人接嚟啊、準啊、乜撚嘢射手啊，咁你一定係合反甲㗎。咁一定係反甲收益係最大㗎。咁但係你有時冇撚得你揀啊，因為你一定係合咗主師嘅裝先咯，輸出係行最先咯。你即係我力機喂。話合個贖罪神石做坦裝，但係你又應該留個水滴咯，因為你水滴可以做輸出裝咯。你冇水滴㗎啦，你攞其他裝啦。你副師係邊個？薩馬拉攞薩馬拉啲裝啦。薩馬拉，你陣間個極限科技會走㗎嘛？無盡啦，薩馬拉咪無盡有。得。放啫，薩馬拉 A 啊，薩馬拉我覺得薩馬拉拎個你合是但咯，都唔重要呢睇到。全部可以合翻貓光貓，可以讓我可以合你個。喂？你咪整個台咯？即係錯咩？你有冇位整個人先？冇。冇咪係咯。你咪整翻個拳套俾佢先呢？整拳套俾邊個啊？俾阿薩麥拉，但係好似要俾安妮。薩麥拉係魔傷嚟嘅咩？薩麥拉唔係麥攻嚟嘅。魔傷。啊，唔係伊利斯講錯咗。呢個整咩伊利斯嘅？伊利斯係尼斯嘅咩？伊利斯係可以做。你而家上9，咁你梗係揾5廢棋做 C，點會揾翻伊利斯㗎？你都冇 D 就算啦。咁要整翻把嗰個咧，無盡俾阿薩麥拉。等陣先，冇咁急。都話等4-7咯，你一等4-7，我問你啦，你而家合撚咗，你等4-7又出個拳套，咁你點消化？咁啊係咯，咁咪唔應該咯。唔使喎，我又諗到點樣消化咯喎。耳語嗰啲乜乜柒咯，但係我想佢思考理智有咩用啫？梗係唔係耳語啦，我會合個水人俾安妮。上10啦，屌！上10咧？話俾你知咩喇叭啦？上10咧？點解其實你贏緊到咁撚樣係真係可以上10咧喎？如果你咁嘅質量都可以連贏啊？其實講真，你玩爆燃4個6嗰嚿閪嘢先得個85層，你都咁多血，其實都已經好撚搞，已經好撚奇怪啦。上10啦，屌！咁真係上10啦，冇得唔上10啦，呢個真係。做咩啊你？你唔係叫我而家上10咩？我冇。唔係啊，投資同我讀一次投資讀出嚟。
所以啱阿峰話上九，我咪問佢而家上。唔係而家，我諗你冇錄到我把聲，我話慢慢上。我自己諗咗一陣啊，其實問呢個問題都戇鳩啦，點會而家上咧？係咯，而家上嗰一定係低能啊！咁你又係狗嚟喎，你嗰個處決係咁爆錢，真係戇鳩喎！至少賺咗20蚊啊！我個處決。屌你老味，盡咗個柒頭真係好撚勁啊！一係80蚊咯，啱啱好80蚊。唔係啊，佢計回合錢嘅，你70蚊就夠其實。唔係計回合後啊，計回合後啊，70蚊就夠啦，所以。我都係諗唔到呢鋪點解唔食雞喎，認真，屌你乜廢嗰啲人真係做乜撚嘢啊！唔知報。唉，睇下爆燃戰隊揾邊個 C 嘅先。有得玩法嘅爆燃反而。AMP 嘛，佢話玩。AMP 係少聽啲，我聽捷尼同埋盡多同埋南非裔咯。南非丙嗰度。冇。係咪上10啊？咩嘢慢慢上啦，你指什麼哥哥？其實你可以換好咗個陣先嘅。唔係你先喺度諗咗你要啲咩先啦，不如好嘛？咁你10呢有10個位喎，你10呢有10個位喎。我諗住揾5星5費騎啊，5費騎揾到。邊隻5費啊？報邊隻5費？我諗住報啊鱷魚咯，報2個，然之後。然之後。我覺得保維爾哥同扎哈喎。維哥。保維爾哥同扎哈我覺得。或者扎哈。花とプリキュアだった可能性出てきた。可以啊，起下先，整到啦。真係三體動㗎，真係行三體動㗎，真係喎。Silco 嚟喎佢係。隻紅面放出嚟。你可唔可以換咗個陣 check 先？推測してたの？你歐羅拉躝啦，唔該。躝緊。其實又唔係喎，屌，其實好似唔應該喎。咁你扎克擺左邊，其實歐羅拉可以留喺度嘅，留多 round 咯，留多 round 就走。你唔係你隻貓換埋一陣先得唔得啊？好。係，唔該你。買佢。梗係埋咗佢啦，跟住你再開埋嗰個鐵尖佢啦。升咩喂？不如升埋咧好嘛？等咩啊？開埋鐵尖佢啊喂！我會合意，我會拎個弓咯，我會合意語咯。玩嘅破防㗎嘛，玩意語㗎啦。唔好上裝住啦，梗係唔係啦，屌你！誒唔係我十馬拉嚟㗎，冇嘢啦，係啊。唔上裝，有10馬拉。跟住就真係可以 D 乾佢啦。嗰個病毒有幾多攞幾多啦？嗰個病毒要。俾個裝備10馬拉先。跟住將啲裝備拎晒就下咯。裝備就下。跟住買隻雷雷克頓換走魔豆咯。唔係啊，花草グラス先生はこの考えを推測できたんだよ。即係呢樣嘢俾佢啊，金幣收。情報を取捨選択できていたし、同埋咩咯？死母咯，嗜血死母俾扎哈。黐撚咗線啦！俾黐線嘅，梗係俾翻佢啦，傻嘅！你本身就諗住俾佢啊！嗜血死母啊！おもろいやん！啊，你唔切！最高だぜ！整多大鱷魚先。但係你嗜血俾鱷魚啊！啊，炭鉱？嗜血。炭鉱視點は初めてじゃない。あ、都唔係啊，其實唔係喎，有2個重蛀器喎，俾貓咯。揼撚咗頂帽佢啦，揼撚咗頂帽佢啦。してないのやばいじゃんとか言ってたけど、やばいの逆だったかもしれん。うちらもだから割と。上啦，我俾人暈咗啊！情報に踊らされていた側だったんだよ。恥ずかしい。嗜血。うちが恥ずかしいよ。跟住アドクサゴラス先生。而家冇乜可以做喎。すごすぎるあの人。咪等食雞咯。鱷魚，整包鱷魚裝先。我要咩買到嘅？咁都食唔到，要咩啊？要斬賓州噶咯。血手嘢食，血手嘢食。或者麥冬裝都得。血手咯。血手啦，冇揀。血手撚勁。血手係做咩？不過呢個 patch 冇乜件嘢，冇乜件人要出血手暫時。砸撚咗你先。跟住咪要咯，俾埋
唔係。でっかい木にはいろいろ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からね。守ってましたからね。俾佢都冇重創，有乜所謂啊？其實可以再唔係啊，鱷魚有重創嘅。邊度有重創？簡單が簡單してる鱷魚招技有重創。鱷魚招技有重創，咁咪揼撚咗佢咯，因為你拆翻炭裝俾扎克啦，又死冇嘅，俾翻貓妹。撐裝俾扎克，我真係點樣輸啊？91蚊10厘21個重抽，真係咁樣咋輸？真係要貼分走。打埋你個場可能打埋個七嚇！神乜啦 D 啦，揼乜鳩啊？卡鳩人哋啲牌啦，梗係人哋趕住提升，你梗係卡撚柒晒人哋啲牌㗎啦。睇人哋玩咩咯？極限科技嗱，街頭狂魔佢咪同你搶薩麥拉，梗係搶撚晒薩麥拉佢啦。哇！三星維爾哥，三星維爾哥要加刀啦。要唔要換邊個啊？換咗沙哈先啦，陣間先放翻上。唔係你 D 牌嘅時候放完沙哈上，放翻沙哈上先 ，D 完牌先放翻，先 D 完牌先放翻上去。因為你咁樣先有病毒噶嘛。繼續啲啊！五廢棋買晒佢啦，你都話你買咗佢就唔會出現喺你個牌庫度，即係佢唔會，咁咪會電走咗，你咪可以好啲啲。換走啊！其實都唔使啊，有夠佢用扎下咋。唔係啊，係唔使 D 噶啦，可以唔使 D 噶啦。唔係啊，拆撚咗個爆燃咗啦，擺晒5廢上去啦。有先得喎，係喎。個爆燃都冇撚用喎，除咗隻內德利之外，都唔知有咩用。隻伊利斯又唔知做乜柒嘅，掟走又唔知做乜柒嘅。睇下幾撚彈條龍，正啊！幾口血啊！哇，100%。小琪，你真係點撚樣玩都輸唔撚到啊！阿 J 食追5廢3啊，冇撚煩啊！賣撚晒啲企追5廢3，唔該。收到你。唔使啦，你抌咗一隻最撚冇用嘅爆燃走，跟住上埋隻維爾哥上啦。鏡走啦，唔該。鏡走啦，開啦。維爾哥啊！係。要俾我第一排。點解你條龍要企後邊嘅？係喎。你條龍企喺第一排啫，咪拆裝俾扎蝦，講幾耐啊？係唔入咗添。哇！點解我捉棋冇咁好彩嘅？咩事㗎？乜嘢啊？咩畫鋪啊？你唔想玩啊？我咪俾5星我買唔係啊？買啊！維爾哥啊，淨係買維爾哥啊！唔使㗎啦，唔好撚煩啊！淨係買喂。唔係點解就嚇？買啊！維爾爭兩隻咋？爭兩隻啊！繼續啊！係啦，見咩買咩啦，唔夠位先買啦。哇！即扎克多撚到想笑。喂，揸隻，快撚啲啊！有冇人卡緊啊？其實你都要望下嘅，咁其實你算啦，好似有啲唔使啦，應該啊！你唔係啊，有人卡，可能有人用緊咧。戰略軍師個家係咪用緊係咪用緊維爾哥啊？下邊啊，上單深情男子啊，戰略軍師啊，係咪用緊維爾哥啊佢？咁你嗰個就正路就唔會有維爾哥嘅。喂，其實唔使就係追維爾哥嘅喎，追下扎克都得嘅喎，追下狼，追下得我住都得嘅喎，你我住同扎克都好多啦啱。我用扎克都好唔少。你蓋倫可以抌，柯普柯抌咗佢先啦，左邊嗰隻。都冇我住冇追啦係嘛？咁唔係喎，咁佢又啱喎，追5廢3一定係留咗啲兩星先喎，咁你咪卡住咗自己咯，係冇錯。追啲容易追啊嘛。撞咯，求撚期啦，唔重要啊！而家仲要係5廢3啊，要贏噶啦你就嚟殺。喂，唔係有複製器啊！你盲㗎撲街，複製維爾哥啦，柒頭咁都贏撚咗咯，俾裝佢啦，傻鳩！你仲唔好咁撚大個金 Nico， 正義手套求撚期啦，贏撚咗㗎！你睇下 copy 咗啲咩出嚟？你睇佢 copy 咗啲咩出嚟？有冇3件聖光裝啊 ？copy 翻嚟嗰啲單位，全部3星3件聖光裝啊！求其俾裝佢啊！求其俾裝唉！你咁樣都唉，你老味打自己人投降啦 ！FF， 你打字話你全撚部都好撚廢，唔該全部 D game 咁樣。咁啊唔好啊！你而家憑實力碾壓咗人哋啦，咪賣撚晒其他棋佢啦，跟住唔係5廢嗰啲賣撚晒佢啦，繼續追啊喂！追埋扎哈啊，追埋雷尼克頓啦！賣錯啲，扎哈雷尼克頓咁追啊，冇撚停啊，擺撳 W 對下面盤啲全部 W 行晒上去先，行晒上即係撳 W 係，唔好阻住自己 D 牌，繼續 D 牌啦！
啲羞辱對面先得㗎。啲。跟住俾埋嗰件裝雷尼克頓啦，求其俾啊！你中意執俾邊個執俾邊個啦。わかるよな。いや別にそんな雷尼克頓啊喂，真理の扉をくぐった人間と個雷尼克頓啊個你個波有雷尼克頓啊。買啊！佢叫你個傻逼，蝦你老虎啊！哇！呢個其實有啲似上季嗰個叫咩啊？嗰隻叫海德林。不過海德林 call 啲都冇咁撚勁嘅。海德林會 call 嘢咩？海德林會 call 晒所有三星嘅執法者出嚟，但係冇裝啊。但係空裝噶咯，所以冇乜撚用，即係冇乜撚用嘅。但係對比呢一個維爾哥嚟講，簡直係啊，唔係啊，追唔到噶啦！你咁快10咧，你每隻牌卡一張，佢已經追唔撚到噶啦。咁我求撚期攞咯，而家你贏撚咗啦！咩求撚期攞？你贏撚咗啦！點輸啊？咁都有得輸？咁都有得輸啫！你係賤種咯，你就要咧喺自己個額頭寫我係賤種，跟住出去遊行咯。唉，頭隻俾你哋啦，我唔理啦。哎呦，贏咗啦 D 牌啦，繼續堆埋雷尼克頓啦，雷尼克頓爭幾多啊？1、2、3、4。如果啱啱有嗰啲買撚晒，已經3星咗。佢又想追咩啊？殺咩啊？最閪咩？要9隻㗎，你想追就追啊！話開就開，你估 7-11？一列しに来てくれないか。鱷魚咬住晒先，扣住晒。你可唔可以擺個陣間望下點樣鱷魚咬鱷魚啊？可以喎，係喎，鱷魚咬鱷魚，邊個咬先會？哇！喐唔撚到個多位度逼撚到閪咁喎。係喐唔撚到啊！後面啲人。唔係佢俾人西封咗啊！嗰隻維爾哥，但係冇撚用咯。佢特登對位西封嗰隻維爾哥，但係冇撚用。佢做得好好。呢個係誇張嘅喎，屌你 call 撚晒單位全撚部都係咩嚟嘅？全撚部都係嗰個叫咩啊？喂，擺埋阿雷尼克頓上喂。俾佢但係你俾佢，但係佢係神語嚟嘅喎。求其啊！唔係求撚期啦，夾啲喂，揸隻就雷尼克頓賣撚咗佢。啊！屌你老母啊！屌啊！撚輸到賣撚晒眼鏡佢，唔好阻住嗰兩隻發揮。好。收到你，其實可以淨係睇鱷魚，我想淨係睇鱷魚。我都未睇過鱷魚。嚇？鱷魚開唔開入嘅頭啊？佢唔撚頭喎。哦，佢仲想哇！屌你啊！巴臭閪！哇！超秒，真係打傻閪嘅。喂，咩時候咁樣開波？投啦喂！嚇肯投未啊？你贏到啊？你死喎好似，死嚇咁入滿都唔撚死嘅點解？問號？入撚6階段入撚滿咗，喂賣晒企對雷尼克頓單挑啦！你賣晒佢啦，唔好賣啦，賣晒佢啦，唔使噶啦，賣晒佢啦，公平競爭，賣撚晒，賣埋嗰個乜撚嘢維爾哥唔撚要，躝開，睇夠唔得，我要睇兩就打爆佢，唔撚使啦，一個夠做啦，你賣咗佢啦，唔要啊！先俾埋你，你賣咗佢，跟住拆撚咗鱷魚啲裝係啊！你拆撚咗鱷魚啲裝俾藍 buff， 跟住俾正義拳套啊！我真破下，你開技啊！買，我唔要嚟，而家發滾！我覺得如果咁樣輸會死，我覺得咁樣。鱷魚有機會暴斃喎，但係我睇過。點會暴斃啊？你俾藍 buff 佢係開場開技㗎，你信我啦！咩啊？40魔都唔係開場開技喎。藍 buff 加正義拳套。加埋，屌仆街佢揀咗啦，求鳩期啦。咁你係咪計錯數啊？求鳩期啦，唔會輸噶啦，5費3點樣輸啊？好悶啊，其實呢啲。好嘢，你真係唔諗住投降傻閪咯！嘥時間，真係唔知我嘥。你哋同我講點樣輸啊？輸乜撚嘢真係輸什麼？鱷魚嘅血量先。唔係話開場開技咯，唔係啊。67000血。佢5費3係會自動開場，可以同雞我似一樣噶。我啱啱睇咗。唔係喎，鱷魚係咪會食晒全場嘅血量就3星鱷魚？鬼知咩？